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最近新闻报道有一寡地头，有时阵强落乡讲好，有的人为困伫现场，就无度了离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读做困，课文困第3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困是形容一个人住伫咧旧厝，足善者，或者是辛苦，或者是破病，咱讲伊足困苦，也就是真艰苦、真困难。若是互不利的情势围困住咧，咱讲就是围困走袂出去。另外善者，咱讲是困强，某人读做困强，也佫有疲劳、亚身，有一个古早词讲是困倦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困苦，意思就是形容一个人真辛苦、真艰苦。第2个词读做困难，会当讲是代志有阻碍，要来完成真无简单，或者是讲因为无钱，需要钱来转世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无论工课安怎困难，生活安怎困苦，阿明也是食苦当做食补，欢喜做甘愿受，实在互人学乐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困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